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嘅一地兩檢問題咧，近日就成為咗城中嘅關注。因為一旦唔能夠實行一地兩檢，如果只能夠兩地兩檢嘅話咧，坐高鐵所需要嘅時間隨時真係慢過直通車。咁到時過千億嘅白金高鐵咧，到時就真係會淪為低速鐵路啦。正反論壇呢，今日請嚟咗立法會議員陳恒鑌，大家好，同胡志偉，大家好，同大家咧探討下而家一地兩檢面對嘅情況。兩位好，嗱咁睇下先啦。嗱，高鐵就實現咗一地兩檢，睇嚟而家咧就困難重重啦。要實現嘅話，咁討論咗都咁多年啦，差唔多成5年啦，到而家都未諗到一個可行嘅方法。兩位認為咧，最核心嘅困難係乜嘢咧？發生咗啲咩問題喺中間咧？不如陳生講先咧。當中咧當然有好多唔同嘅困難嘅。第一個，梗係而家佢都唔知幾時起完啦，呢個最大困難啦。第二個困難咧就係一地兩檢。咁事實上咧，當中都牽涉到一啲即係兩地唔同嘅法規啦。咁尤其是喺基本法裏邊係有一啲規矩咧，我哋需要去遵守之餘咧，仲希望喺裏面揾到一啲好嘅突破點嘅。咁對於政府嚟講，我相信即係去到最後，佢梗係攞到一個嘅方案出嚟嘅。不過大家接唔接受？你有信心佢會有方法嘅。咁總會有個方法，不過大家要去通過咁解啫嘛。冇錯。好，胡生，你覺得而家個爭論喺邊度？困難喺邊度？我諗嘅爭論咧都係嚟自基本法2條嘅好重要嘅法規啦，一個第18條啦。因為第18條規定咗就係全國法例基本上咧就唔在香港特別行政區實施嘅。咁除非佢係喺國防、外交同埋非香港自治範圍嘅東西。咁喺呢個問題其實都唔係今天先出現嘅啦。當即係高鐵撥款嗰個申請討論嘅時間，其實已經拗到咧，就係即係所有法律界好，同政府嘅係律政司好，當其時係鄭宇華都好啦。其實咧，即係大家就願呢個觀點咧，已經拗得好清楚，都係覺得就係話喺反對者眼中咧係揾唔到出路。咁但係鄭宇華就拍心口咧話信我啦，搞掂嘅，幫你翻佢添。而家又見到佢喎，第一啦。咁第二個就話信咗佢嘅時間咧。由10年到依家已經係講緊5年嘅時間啦，咁都仲未諗到一個係即係可行嘅方式。咁所以其實呢一個所謂信佢係有一地兩檢嗰個解決路徑嘅話咧，似乎對即係喺法規上邊能夠通過關嘅可能性咧，就唔係太大。因為如果真係咁樣過到關嘅話咧，我相信政府一早拎咗出嚟啦，仲使等到依家。嗱，嗰個討論中間咧有一個即係嘅位就係話，究竟香港嘅人員去內地好，定係內地人員嚟香港好？其實見到譬如喺歐洲嘅鐵路，譬如 Eurostar 或者即係英法鐵路咁，都見到好成日都係咁嘅。法國同英國嘅即係關員，佢哋就喺聯合執法，幾乎一個同一個地方前後咁樣。香港要做咁樣係咪好難咧？陳鑌，個問題就係，假如我哋唔一地兩檢，呢個係即係對於條鐵路嚟講運作上係不可能。因為點解咧？我哋而家一開始就會有13隊嘅車咧去唔同嘅地方嘅，即係我有13個中國裏面有唔同嘅地方，我哋可以直接去到嘅。咁去到嗰度，如果嗰個地方我哋冇一地兩檢嘅話啦，咁嗰個地方又要設立一個關，又要海關啊、邊檢啊嗰啲嘢，等埋嗰堆嘢。跟住一日咧，可能得2隊車或者1隊車嘅啫喎。咁設嚟即係基本上咧係不能運作嘅。咁最近咧有個朋友同我講，佢話其實咧你諗下啦，英國同美國佢之間都可以有呢啲咁嘅條約，甚至英國都有，英國都同美國都有，因為即係愛爾蘭啊嗰啲地方同美國之間都有呢啲咁嘅協議嘅。另外咧就係美國同加拿大之間都有嘅。咁其實咧佢哋一個國同國之間係有個協議係可以簽訂，然之後去做嘅。咁我哋喺一個國家裏面其實都可以嘅。咁當然啦，頭先胡志偉講咧就係喂，我哋呢本基本法裏面嘅第18條，佢就有一個條款就係喺呢個地方唔可以行全國性法律。其實咧，你諗下喺加拿大同埋喺美國，佢一樣係唔可以喺美國裏面行加拿大法，或者加拿大裏面唔可以行一個美國嘅法律㗎。即係冇人會假設咗我喺加拿大裏面我可以用美國法律㗎嘛。咁所以咧，佢就話哇，因為點解我哋當年會有18條？就因為有其他嘢係需要係全國性嘅法律喺香港實施，咁所以簽咗一個咧第18條。其實咧，所有國同國之間嘅其實都存在一條咁嘅條例喺度嘅。不過我諗2點啦。第一個就係國與國之間嗰個憲法個寫法係點樣樣。
會唔會好似我哋基本法咁樣寫，就講到明一就係話你除咗某些範圍之外咧，係唔應該係引用呢個全國性法律。二亦都講得好清楚，22條講咗就話中央政府即係中央人民政府所屬嘅各部門咧、各省、各自治區、直轄市，均不得干預香港特別行政區根據本法施行管理嘅事務。咁其實你係有兩套嘢咧限制住自己嘅。咁當然你可以講就係話我哋因為而家要為咗一地兩檢嘅關係，所以咧就要權宜要處理，即係寧願一地兩檢都算啦。呢度啲嘢咧就諗個方法咧係即係我哋叫 twist 咗佢好，或者係點樣件衫啦，即係點樣做嗱？我想答呢一點啫，我想講埋先就係，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其實呢一個咧正好就係一個價值取向嘅問題，因為個問題就係當天我哋質疑政府。你係會搞唔掂一地兩檢嗰個法律上嘅限制，而今日係到依家都真係執行唔到嘅。好啦，咁我細濕個頭嚟到呢一度，唔需要你就話咁武斷嘅，你就話喂，頭濕咗啦，你唔做嘅話咧，你唔放行呢啲嘢嘅話咧，就嘥655甚至更多嘅錢做一條白金馬鐵路，係嘛？咁呢一個當然係即係我諗當日投票贊成嘅係建制派嘅朋友，當然佢有佢嘅睇法啦。咁但係個社會其實要就住呢個部分咧，都要全面辯論嘅。因為個原因就係你牽涉到就一地兩檢，就牽涉到基本法嘅根本問題。咁如果你話大家稱過晒，係唔係要寧願一地兩檢都有得呢個係基本法呢兩條嘅法規開咗個窿咧咁樣樣？咁呢啲我諗大家就要再討論咯。即係我覺得胡志偉頭先所講咧，就係話佢已經直情講，喂根本係做唔到嘅咧。咁但係而家政府就係未攞方案出嚟，你已經話做唔到啦。基本上我哋唔需要做呢一個假設。頭先胡志偉講咧就係、喂，我哋有18條寫到明係唔可以，但係其實國同國之間我哋唔使寫都知你啲法律唔可以喺我國家度用啦，係咪？國家上係即係肯定係咁啊嘛，即係國同國之間一定係咁嘅。咁不過我哋因為有個18條就係有啲全國性嘅法律需要引用喺香港度使用，所以先會有18條寫明啊呢啲會喺度用，其他都唔會用嘅。其實美國同英國都係咁樣嘅，即係或者係加拿大同美國之間都係咁樣。不過係去到某啲嘢嘅時候，大家咪去傾咯。甚至乎好似加拿大同美國之間，佢係通過一條當地嘅法例去就住呢個關口，我哋點樣處理？咁呢個嘅做法，我覺得世界上面就唔係淨係第一次出現嘅，其實好多地方都可以出現嘅。咁有唔同形式嘅出現添。咁所以有咩問題？我覺得如果即係佢陳敏金講咧，即係呢啲咁嘅係我當國與國啦，或者係中央同地方係可以商討呢個法律上嘅框架嘅問題，其實早應該做啦。一到今日咧，係5年都好似冇結果咁。第一個，第二個好現實就係話你要傾要做都要時間去解釋俾人聽㗎。第三，你做咗呢一部分，你先決定到西九站嗰個一地兩檢嘅安排嗰個設計點樣樣嘅一回事。你一路都唔做，牽連到嘅西九站裏邊嘅延誤，其中嘅因素就係因為嗰個一地兩檢個安排到今日都未有定稿啊嘛。因此就係話，如果好似陳恒鑌所講，喂，呢啲國與國都好平常啫，呢啲咁嘅法例個安排，如果真係咁簡單嘅話，咁特區政府咪好明顯失職咯。如果咁簡單嘅話，你頭先講阿胡志偉講到咧嗰個設計咧，其實係去到個 deadline 咧，去到今年嘅年底嘅，即係今年年底內地政府半年時間傾，內地政府就必須要將嗰個設計圖咧係去到香港，俾香港嘅建築咧喺裏邊去做翻嗰個關卡嘅設計。咁其實基本上都未到 deadline 嘅，仲有半年嘅時間。咁佢咪提出佢嘅要求，咁到其時咪即係一次過公佈晒成個做法。即係我又唔想話我哋香港或者係好多政黨嘅人士咧喺呢個時候就係估，甚至乎話喂唔得啊呢個做唔到嘅咁，即係唔需要咁樣啊嘛。其實真係唔係估，即係我自己覺得就係話，如果好似陳恒鑌所諗咁簡單嘅一件事，只需要就話特區政府同埋香港政府傾掂數，同中央政府傾掂數就解決到啦咁樣樣。咁呢一件事其實一早應該擺喺台面度啦。點解拖到今日咧？我諗我要處理就呢個問題啫。因為如果真係好簡單嘅事情都拖5年嘅話，咁我點會覺得即係叫件事係簡單呢？
所以個問題想跟進下，即係譬如嗱，頭先阿陳恒鑌兄就話啦，喂，如果唔一地兩檢咧，就行唔到嘅喎，13對車就冇可能。你覺得啊，即係你知道香港地好多好務實嘅人㗎，即係佢係覺得，嗱法律嘅都係為現實服務㗎啦，咁樣。即係嗱，如果我真係要為咗通車着想啦，咁點做好咧？究竟係佢哋內地嘅人落嚟香港執法好啊，我哋嘅人想去執法好啊，還是你覺得算啦兩地兩檢 A、B、C 呢三項，你覺得邊個好啲咧？我諗而家有兩個問題嘅，第一就係話，如果佢本身喺佢原來嗰個655億嘅喺框架裏邊完成工作嘅話，佢做唔到一地兩檢，變成兩地兩檢，大家最多就掹整條慢鐵啫。但係而家個問題就係話，你一地兩檢可能係會衝擊緊基本法嘅係基本。你唔一地兩檢嘅話，就成為一條白金嘅低速鐵路。OK， 咁因此呢一個係好明顯一個價值選擇嚟嘅。喺呢個基礎之下，我覺得第一，政府最重要一樣嘢就要開誠佈公，講清楚發生啲咩事，要點樣搞，係嘛？唔係我同阿陳恒鑌話，喂，我哋想點就點啊！呢個係社會嘅選擇嚟嘅。係嘛？呢個角色要所以頭先阿星講就係，即係我哋香港人係好務實嘅，即係我哋又唔需要將啲問題好複雜化，跟住咧一個運輸系統就變成一個價值嘅取向。我覺得冇需要無限上綱。但係呢一個係收集到啲資料咧，你呢個係18條同22條咁根本嘅問題，即係你話呢個唔係無限上綱，其實基本法即係如果你話喂，因為呢兩條嘅法規唔啱我哋使。咁因此就係話咧，要重新去睇點樣係去處理，有晒機制去做。咁我哋叫因為呢個憲法嚟噶嘛。如果你話憲法都因為可以即係我哋因時制宜。譚慧珠同阿梁愛詩界同你講呢個係小憲法，就唔係憲法，不過都係小憲法啦，係咪先？我哋都係按照人哋國同國之間都係憲法，憲法對憲法。都搞得掂嘅嘢，點解你今日咁武斷，你就話搞唔掂咧？有個現實要去諗咧，可能即係人哋去嗰度用緊嗰一套，可能純粹係真係一條入境嘅法例，就冇牽涉到咧嗰個法律原則。嗱，如果牽涉法律原則咧，就有可能。雖然我都估到咧，因為最尾都要全國人大可能有機會釋法啦。咁可能即係有人會去入稟咧，就去挑戰呢個原則，以至可能最尾又係要去到終審法院，然之後法院又要去問過全國人大常委會，然之後全國人大常委會咧就做一個釋法嘅動作，可能最尾有一系列嘅法律嘅困難咧。咁呢半年係咪都夠時間做咧？呢輪咧同好多朋友傾緊呢個問題，咁佢哋都提出咗好多即係好大膽嘅假設。咁我亦都搜集到咗部分資料嘅。咁譬如話愛爾蘭同英國嗰個啦，咁佢係有一個 pre-clearance，即係預先澄清咗先。咁愛爾蘭同美國之間，咁 pre-clearance 咧係一條法例嚟嘅，就係話美國嘅人員可以喺呢一度執法，咁佢用緊嘅法規或者係規矩咧，係兩個地方一齊去定嘅，就唔係話咩全國性法律啊，直情係成個成條例落晒嚟啊咁樣，根本上就係因應嗰個關口實際嘅需要而去定一套規矩出嚟，而呢個規矩係兩地都 OK 嘅。另一個有人講法咧，就係話其實我哋特區個 boundary，即係嗰個邊界係點劃出嚟咧？就係用即係國務院應該基本法裏面都見到㗎啦，就係有個班例係221，我哋個成個即係成個範圍係點樣班嘅。咁呢個範圍咧，其實有冇調整過咧？係有嘅。喺過去咁即係回歸咗之後係有調整嘅。譬如話即係治理深圳河嘅時候，將白公坳出海嗰段咧劃咗俾香港。咁以前咧英國同即係管香港嘅時候咧，嗰條邊界其實就唔係而家嗰條邊界嚟嘅。以前係喺深圳河邊，而家係深圳河嘅中間。其實如果你將個站嘅某一個範圍 exclude 咗，即係劃出咗離開咗香港嘅邊境，咁其實佢裡面咪用得咯。即係我覺得要做法咧係有 N 咁多種嘅。國際亦都有好多即係好多嘅經驗俾我哋參考。咁我哋喺政府未攞過建議出嚟，咁我哋又咁快你唔得啊，做唔到啊，咁我又覺得冇需要啫。嗱，我又冇講到呢一點，我只係講就係話我有我嘅睇法，即係我覺得18同22都過唔到關。咁當然啦，即係如果政府諗到條好橋嘅，又能夠符合到基本法嘅規範嘅，係嘛？即係唔會牽涉到我哋會唔會係為咗一地兩檢嘅問題開咗個大咕窿咧咁樣樣。咁我諗呢啲大家都會擔心嘅事情。要說服嘅都唔單止係說服泛民主派或者係反對者，
要說服嘅香港人喺成件事裏邊最終嗰個選擇係點樣樣嘅一回事，因為仲牽涉到就係佢因為有個超支嘅問題。我頭先講咗，你冇超支嘅問題，大家冇咁緊張嘅。因為到最壞嘅情景都係你最多都係兩地兩檢。胡志偉，我咧就好想話咧，將一地兩檢同埋超支嘅問題咧，當然大家都會兩件事，大家都好關注，但係其實兩件事係兩件事真係兩件事嚟嘅，就唔應該係 mix 埋一齊。另外咧就係頭先胡志偉講咧就係呢個係18條同埋22條嘅問題。咁但係其實我頭先就係講，其實好多地方都唔係用呢種即係憲法嚟睇件事，而係話就住一個關口或者一個關卡去執行，大家去共同立一條例去處理呢個運輸系統嘅一個過關嘅問題。有啲論意見就即係譬如認為可以即係引用基本法即係附件3頭先講過嗰個方法，咁但係就係香港嘅人員就翻去內地度執法得唔得咧？即係調翻轉唔好內地人嚟啦，即係內地嘅話佢嚟到大家既然擔心有附件3嘅問題，咁不如內地俾我哋嘅入境處人員可能或者海關上去上面嗰度去執法啦，咁樣即係去做個清關啦，又或者頭先陳恒鑌兄講嘅大家一齊傾一套嘅管理方法出嚟。係涉及出入境嘅，咁樣又得唔得咧？咁樣嗱即係提出呢一個意見嘅人咧，就話不過而家嗰個需要好大嘅氣氛就係要信任嘅，即係內地信任香港，香港又信任內地咁樣。咁但係其實如果喺而家嘅情況之下，咁嘅中港關係政治氣氛之中啦，即係呢種嘅信任無論係佢嚟到我哋香港嘅地方執法，或者我哋上到去內地執法，定係大家一齊要傾一個關乎出入境法規清關嘅制度，容唔容易做得成咧？而家我覺得咧就係即係頭先胡志偉講就係我哋係咪一個抉擇嘅問題？我覺得咧，我哋真係面對一個抉擇嘅問題。抉擇咧就係到期時你過到深圳，跟住落車，拖住啲行李，然之後去裏面清關，跟住咧再上翻車。咁嘅抉擇啊，定係喺香港國際裏面有一啲經驗係可以俾我哋參考，喺呢一度我哋可以一地兩檢做晒過晒去。咁其實呢個關口就算係一地兩檢都好，為邊個服務啫？為香港市民服務啫嘛。令到我哋駁26公里就可以用晒全個國家夠幾千公里嘅高鐵。我覺得即係大家係真係一個抉擇嘅問題咯。咁你話我呢一個你個價值取向啦，即係頭先你一路講緊一個好務實嘅諗法，係咪啊？或者可能會係對於香港一部分嘅人咧係好啱聽都唔定嘅。咁但係事實上你都唔可以否認就係喺香港社會都有一部分嘅人咧係好緊張，就話究竟一國兩制、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基本法所定下呢啲嘅框框條條，你中意好唔中意都好。佢始終都係即係約束住我哋每一個人喺香港嘅一個即係香港同國內嘅關係嘅一個定位。咁因此就係喺呢個即係一地兩檢嘅問題，如果你話成為一個係突破口嘅時候，究竟市民點樣睇咧？我覺得係即係我從一個咁嘅角度。我明嚇。至於你話有人好務實，咁可能有啲人更加務實就係話，如果係咁樣樣嘅話，我不如清清楚楚我去深圳上車，仲又平又靚，唔使俾呢個1000億26公里計翻條數嗰個，可能嗰部分嘅費用係超高都唔頂嘅喎。如果按照個收費標準嘅話，但係我幫阿胡兄講一講説話，即係我哋去處理普選嘅時候咧，大家就會話一國兩制係新事物，我哋喺國際度揾唔到其他可以參考嘅對象。咁但係如果即係根據翻胡兄，即係譬如都認同嘅就可能。即係一國兩制嘅，始終都係即係喺即係同美國加拿大嗰個關係咁密切或者美國同愛爾蘭關係好難揾到個即係可以參考嘅地方。咁即係喺呢個問題上面，同埋真係咁耐都解決唔到。陳恒鑌兄，你係咪都好有信心？即係政府揾到個方案出嚟，會係大家都會覺得係 OK 嘅咁樣？我覺得咧，頭先胡志偉佢好強調。即係有一部分人個價值取向係咁樣睇，其實我哋都要尊重嘅，因為點解咧？我哋都有份基本法嘅。咁但係我所強調嘅，我哋就係唔好俾一件事去套死我哋。其實有好多唔同嘅方法去解決同一件事嘅。咁就唔好我好似正如我哋香港係一個咁嘅地方啦。正如你所講，全球都揾唔到嘅。咁我哋係咪就係話，喂，我哋一定要用呢種嘅選舉方法，我哋先可以即係去選咧？咁用其他方法得唔得咧？當然，我哋有個基本法嘅套路喺度嘅，跟住去做咯。
咁我覺得咧，有時我哋真係要務實啲去睇一件事，就唔需要俾一啲嘢框死咗自己。假如咧我哋一開始都未去傾，就已經框死咗自己，正如而家咁乜都做唔到。嗱，如果一地兩檢真係唔能夠實現啦，咁我想問下兩位，會唔會預見到時個運作會係點呢？即係兩地兩檢啊，定係好似直通車咁喺香港就上車就檢一次，翻到內地檢一次啊？定係即係好似頭先講話啊，喺深圳嘅時候先要落地，好似而家過搭皇崗巴咁樣嚇，即係過關先咁。咁如果到時真係運作成點都好啦，即係總之真係慢過大家原本預期，咁高鐵真係會唔會有啲人所講啊，成為咗個低速嘅鐵路或者甚至廢鐵呢？咁樣？呢個係大家唔想見到啊！我亦都唔想見到。我自己咧有時要搭高鐵咧，我要搭車過咗關，跟住再去到深圳北嗰度搭高鐵。我自己覺得咧係好煩嘅一件事嚟嘅。假如我可以一趟車去到香港，喺西九嗰度落咗之後，我就可以去到北京㗎啦。咁呢個對我嚟講其實係一件好方便、好快捷嘅事。咁如果你話要我上咗車，然之後再去到深圳落車，跟住再上翻車，我覺得呢種周章呢，其實就我係唔希望見到，我亦都好相信呢會搭呢架車嘅人呢，佢都唔希望見得到。即係你有信心最尾，即係無論法律上面點都好，都有機會做到一地兩檢，可以西九直接上車翻到內地深度。好，胡兄你點睇啊？我諗兩碟啦，如果呢個一地兩檢真係搞唔掂嘅話，你剩翻嘅選項就兩地兩檢同埋直通車嘅模式，即係好似而家紅磡咁樣樣，去到一啲係有關口嘅地方先可以落到地。咁呢個都係即係必然嘅係趨向嚟嘅，因為咁樣樣嘅時間自然好似阿陳恒鑌所講啦，就係帶嚟咗嘅係一個唔方便，亦都令到就話高鐵本身一路大家預期嘅成效咧係唔出現得到。咁呢個第一點。但係第二個，我諗頭先一路我哋去討論其他國家嘅經驗都好啦。其實頭先阿星你講得一點好重要，就話都牽涉到就話兩地嗰個互信嘅問題。因為你諗下，你美國同加拿大點解可以做得到嗰件事呢？本身一個有互信嘅地方，你試下將同樣嘅處境放喺譬如話係即係一啲可能係大家都係有敵意嘅國家嘅邊境嘅時候，做唔做得到？波蘭同俄羅斯咁。咁你呢個好明顯就一定有即係衝突同矛盾㗎啦，係嘛？甚至你講譬如話而家烏克蘭同埋俄羅斯之間係嘛？咁呢啲其實好自然就牽涉到信任嘅問題。咁如果你話我哋嘅中央政府同特區政府能夠有個方法解決到我哋嘅信任問題嘅時候，咁可能好多事情呢，好務實地都可以處理得到，係嘛？咁但係如果你話我哋一路都自己，即係我哋大家又冇咗互信，而互信就話呢，即係將個責任呢就推咗去所謂某一個派別嘅身上邊嘅時候，咁然後就話叫譬如話泛民主派你務實啲啦咁樣嘅時候呢，其實就唔係一個可能呢，係重建互信嘅一個方式咯。陳鑌兄最後你頭先話唔同意係咩咧？我覺得咧就不能夠將香港同內地嘅關係變成俄羅斯同烏克蘭嘅關係。即係打個比喻啫。即係呢個比喻我覺得唔恰當嘅，因為我哋根本就係一個國家裏面一個特區，咁何必要將佢變成一個國同國之間嘅對比咧？咁反而你可以講就係喂有啲國家之間都可以搞得掂，點解我哋搞唔掂？當然你話互信好緊要，我亦都冇否認互信好緊要，但係我哋個互信唔係呢樣嘢啊嘛。而家係講緊一個運輸系統可以去到一個內地一個地方，而唔係講緊即係話講到無限上綱到一個好高嘅層次咯。只不過就話喺呢個互信呢，因為牽涉到我哋自己喺香港嘅基本法嘅根本，咁因此就係話頭先你當然叫人務實嘅時間。當你觸動到基本法根本嘅話，就好自然地就牽涉到兩地之間個互信嘅問題。我係講呢一個位置啫。明白。嗱，高鐵問題就真係令人好頭痛啦。咁啊超支唔再講啦，講好咗一地兩檢，原來又未實行到嘅。咁但係特區政府就好似對兩件事都冇乜意見，又冇乜作為咁。咁嘅情況咧就令人幾擔心。咁希望政府咧都早日提供一個可行方法啦。咁陳恒鑌兄就講話有半年時間，咁希望半年內咧係見到一個可行嘅方法。今日嘅時間又到啦，下星期再見，拜拜。